为了改善北门路上环甲东区后火车站附近的停车需求，彻底整顿交通，市府向中央争取第6座前瞻立体停车场，在位伫青年路台湾分酒边的空地。27号上午，市长委托伫这民代乡亲的见证，正式举办动土仪式，抱着办喜事的心情，共同迎接580天以后东区新的门面。这是我们依照前瞻计划所开工的第6个停车场。第2个特色是我们靠我旁边的这个老榕树，一些景观都能够保留下来，我们不会为了盖停车场而砍树。第3个，这个停车场将提供200席的汽车停车位，所以说在这附近算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体，能够提供许许多多民众或者是观光客也好，或是外来洽公的民众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优质的停车空间。第4个，它的一个空间也尊重自然采光，减少灯光或是电力的使用。那透过自然采光的话，那又可以营造环境比较明亮，又比较环保低碳的一个概念。那另外呢，它也跟社区结合，把社区活动中心放在它的1楼，所以说民众还是可以在使用，因为这2个里是基本上是没有活动中心的，所以我们也因此而增加2个活动中心的空间。因此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多目标的使用，在这个青年路18停车场是可以充分的体现。该立体停车场的设计，除了提升到200席的汽车位，嘛完整保留老城的景观，同时首次甲社区结合，的目标设立东门威下2里的联合活动中心，嘛互地方相当期待。因为我们之前在东门围下的临时活动中心已经年久失修了，那也已经做这个维护起来了，所以我们的里民都没有办法使用。那针对18停车场的一个设置起立我们利用多目标的一个活动空间来把它建造成我们的东门围下的活动中心，所以非常开心，希望也期待这个活动中心跟立体停车场来同时的启用。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市府为了将土地效益甲利用做到上大，有限的停车空间一定是向上发展。当然，智慧管理甲环保景观的营造，相信将成为东区民众的好厝边。台南新闻，军职刘品言采访报道。